很有意义啦，啊，对伊来讲，他也有一个成就感啦。咱若有啥物款的想法，咱会当讲对这个对家己、对社会拢有一个贡献安尼吼。我感觉讲圆梦几岁拢毋是问题啦。 报道台的朋友，莫一直坐伫咧碰伊的，紧起来当当的，咱邀请到咱的一元教咧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唔是2元哦。对，因每一顿拢爱食一碗饭。一元对啊，今仔日咱要来练什么运动？咱要练咱巴肚挂的筋吧。巴肚挂的筋吧？敢是咱国语咧讲的迄个核心肌群？无唔对。安尼就是爱练这核心肌群。对。咱时大练这巴肚挂的筋吧，有啥物好处？时大人较袂跋倒。 脚腿较稳，安尼讲起来，所以这巴肚挂的筋嘛，都那个咱咧厝的地基对爱稳，对爱稳。而且咱少年嘛爱练，身材较好看。对啊，好，无咱去来练啦。第一个动作吼，猫啊含牛，吼猫牛式。猫啊甲牛，咱手甲伸伫个肩胛头下底，骹头虎跪个骨盘下底。好，猫啊安怎做？猫啊就是甲两骨凹落涂骹，头看天顶。 啊，牛就是甲两骨曲起来，头看涂骹。啊，身躯有紧起来感觉呢？有紧起来感觉。好，咱搁做2个哦，保持你的喘气。喵。来牛。好。有身躯有开啊。好，咱第2个动作改良过的卷巴肚。卷巴肚。卷巴肚，咱先甲摕伫个涂骹吼。 唔是仰卧起坐吼，无共哦，无共。好，啊，咱脚曲起来，搭伫个涂骹，手贴起来，放伫个脚趾片下底。好，手曲离开涂骹面，像安尼。好，啊，动作开始的时阵，巴肚出来，头壳、阿妈骨、肩胛头做伙夹离开涂骹夹起来。哎呀，我管。动作像安尼1点仔就好啊。1点仔哦。啊，佮豆豆放落来吼。好，啊，咱做2个哦，2。 这是咪袂用迄阿妈棍的力，唔通？对，爱用巴肚的力咯。好，好，啊，咱第3个动作好无？敢有看过死去的糖？啊，死去的糖？对，咱要做死糖。死糖啊，是毋是冰刀？巴肚朝天花板安尼吼，咱那摕落。好。骹头虎夹起来，脚夹起来，骹头虎伫你的骨盘正顶面，手伸落伫你的肩胛头正顶面。动作开始时阵，巴肚出来，你的脚趾片下底会轻轻搭伫个涂骹。 啊，对边的手含脚甲拍直，啊，毋过莫去动着涂骹哦。好，安尼做，咱做2个1、2。真正那甲迄加抓有无？我甲喷迄杀虫剂。对，哎，就安尼。冰刀安尼。对。哦，练这袂歹呢，我感觉。那敢有较苗条？不要紧啦。对。啊，咱第4个动作叫鸟狗式。 鸟啊，甲狗啊，对，无唔对，啊，唔对，爱飞起来啊。咱先甲拍伫涂骹安尼，上头拄来迄个猫牛式安尼吼。哦，要修行安尼。啊，动作开始进前，咱来先甲身躯用个稳，所以你身躯甲塞起来1点点嘛，巴肚出来出落好，吼，啊，咱对边的手和脚压离开涂骹，甲压起来。哦。啊，除了脚和手咧叮当以外，你的身躯是袂用黑白叮当的哦。啊，袂歪去对无？对。而且袂用共脚共手，安尼我就。 哎呦，对，不平衡，对，咱来做无共脚无共手吼，咱做2个来，巴肚出来咯，1。鸟啊要飞起来啊！对，2。好，这动作真水呢，真水吼。系啊。啊，咱最后一个动作啊，吼，咱要做侧棒式。啊，棒式就困难了呢。就困难，我知，所以我改较简单呢。大家咱怎做哦？好，咱先侧躺。 啊，脚头虎弯90度哦，好，手躯放喺肩胛头正下底，是，啊，身躯抛直，挺胸，巴肚出来，另外一只手叉腰，叉腰，动作开始时阵，尻川甲夹起来天顶，好，同一时阵塞去头前，尻川塞去头前，吼，安尼，啊，你若做到，你会感觉你的骹头虎、尻川、肩胛头是一条线直直安尼，对，无歪去，嘿，啊，佮落来吼，好，佮做一个2。教练一万，系安啦。我即马手咧喘咧，手咧喘，可能手较无力咯，啊无就是你巴肚侧边只较无力，拢有可能，啊加加训练咯。是吼，
虽然讲咱今仔日拢练这高平的啦，对但是吼，咱时大伫厝的嘿，嘛是咧练双平对无？对，哇，真好真好！咱吼报道台的朋友爱记得吼，唔通干那看电视尔，爱起来动动的，对咱运动，身体才会健康。爱给当哦，啊，对，好，咱后一回再过来运动，先讲拜拜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啉茶啉茶。对对，哎，安尼练练的啊，我感觉规个人会轻松呢。较轻松吼，对啦，请，心情嘛较好，对，无怪人讲爱运动，心情才会好。嗯，我想到咱咧讲核心肌群，嘿，有的人会练迄安尼深蹲嘛，深蹲，啊也大臂安尼。